历史，我们在现场看会也有故事馆，对。对。好，来，你看我们馆长为了慎重起见，要亲自到台上来。这个季节最适合了，来，030113有没有？后面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？后面有没有听到？哎，有。我们新店市立图书馆的总馆就在捷运大坪林站联合开发大楼的3楼680平的。好，谢谢我们馆长的热情邀请，刚刚核对过了，030113，恭喜你贵宾哦！哇，要脚踏车举手。现在这一抽非常重要啊！好，脚踏车哈，来，公布来。0289340，0289340，有没有在现场？有没有在现场？有的才给油，没有就没有了。那你现在等一下可以有了，骑脚现在前面可以踏车回去放脚踏车啦。对，他也可以骑回去，对啊。好，我们恭喜这位恭喜这位妹妹，谢谢。来，各位给予她羡慕的掌声。谢谢。对，我们在现场有很多摊位哈，也欢迎各位赶快去走一走看一看。对，好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的这个表演节目呢，要登场了，我们的鼓动山河。对，刚刚蒋董有说哈，我们的这个鼓号山河最主要呢就是要用鼓声。好，来这个敲醒我们心中沉睡的心灵，然后呢，也借由这个鼓声点点，能够消灾祈福、庆吉祥。也希望每位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。